大家收睇呢一節直擊外圍直播室咧，有陳潔平同埋朱子超喺度啊。咁啊呢個時候咧睇翻外圍市況啦，咁啊歐洲市咧就繼續上揚啦。咁啊而喺呢個貨幣市場方面咧，咁啊似乎大家都好關心歐羅走勢啊。係啊，咁啊見到咧就係美匯指數咧又強翻落嚟啊，咁啊所以咧見到七大工業個貨幣咧都係下跌嘅喎。咁好啊，睇睇啦。幾大貨幣裏邊咧，即係報一報價先啦。咁啊，歐羅做緊1.2588啦，yen 做緊88.93啦，英鎊做緊1.4990啦，瑞郎做緊1.0652，咁啊澳洲0.8726啊，紐西蘭做緊0.7094，加紙1.0323啊。呢個時候即刻請教我哋專家意見先。咁啊，即刻請嚟嚟自福匯亞洲客戶服務經理林偉俊Terry 你好。你好。咁啊，睇翻即係嗱不如講下歐羅嗰方面先啦，因為上個禮拜咧曾經見到歐羅上到1.27呢啲位啦，咁啊跟住咧就睇翻啦歐洲嗰個局面啦，咁啊喺呢一個議息嘅層面啦，以至話銀行壓力測試嗰方面咧，幾方面我哋都可以睇睇，咁歐羅會唔會繼續有一個升勢喺上面呢？其實睇翻咧歐羅嚟講咧，今日咧我相信都係暫時一個短期嘅一個調整啦。咁其實睇翻外圍嚟講咧，外圍個股市咧其實都算係今日嚟講都算係叫 OK 嘅，都算走得唔錯嘅嚇。睇翻恆指啦，或者係睇翻而家開市歐洲嗰邊咧都叫做都 OK。咁所以咧其實睇翻咧都係一個純粹可能一個技術獲利嘅盤啦，喺低位度即係高位度可能有少少沽翻落嚟啦。咁但係其實睇翻咧都係仍然個走勢咧都喺嗰個日線圖嚟到睇咧，50天均線樓上咧仍然係即係其實見到咧今日都未到過嘅。咁所以其實暫時我睇翻咧，我相信50天線呢度咧都有翻嘅支持，約埋1.2530呢啲位啦。咁而家報緊1.2581啦。咁啊整體嚟講咧，歐羅嘅走勢嚟講咧，我相信都係暫時嚟講都係一浪高過一浪噶啦。咁啊其實我哋將差唔多係6月8號嗰陣時啦個底部咧連喺上嚟啦，同埋6月30號個底部連喺上嚟嘅時候咧，我哋都得到咧見得到咧，其實都係一個叫做上升嘅一個趨勢嚟嘅。咁我相信咧，如果呢個上升嘅趨勢咧未破到1.2530咧，甚至乎可能講緊1.25呢個之前其實一路都講呢個比較重嘅水平嚟講咧，走勢仍然係向上嘅。咁我相信而家今日呢樣嚟講都係一個短線嘅一個回調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我相信仍然係有力去上望翻啲高位嘅。咁另外 Terry 想請教你日元方面啦，咁啊見到咧日本呢個即係選舉咧就呢個選舉方面啦，新首相菅直人所領導嘅民主黨啦，就攞唔到過半數議席啊，亦都遠比啦佢原先預期攞得嘅席數咧係少啊。咁啊而家咧就雖然佢就唔肯辭職啦，咁但係咧好明顯啦，攞唔到過半數嘅議席啦，即係民主黨方面，咁啊好難咧話就係支持到咧佢嘅新政策通過。其實呢一個消息會唔會話嚟緊對日元有太大影響咧？其實我相信消息嚟講咧，短時間嚟講都會受壓㗎啦，令到日元，因為始終呢個都係政治上面一個因素啦。咁我相信都有有啲投資者都會因應住呢個消息啦，嚟到去沽空翻啲 yen 啦。咁但係始終嚟講咧，我相信咧整體上經濟嚟講咧都係暫時嚟講個外圍都做得 OK 啦，比較好啲。咁所以咧yen 其實無可厚非咧，資金都會喺 yen 嗰邊流翻出嚟嘅。咁所以其實今日呢個走勢咧都係喺我自己本人預期之內咧。咁而家都其實 yen 比較弱啲啦，可能而家報緊8.91呢啲水平啦。咁我自己其實睇翻都係90、91呢啲水平咧，就係短暫嚟講咧都係一個目標嚟嘅。咁我聽嚟就睇鎊嗰方面啦，除咗歐羅之外，我哋見到鎊啦。咁啊，雖然上個星期我哋見到維持息率不變啦，咁但係開始咧已經即係有中間嘅即係央行嘅委員咧，咁啊甚至乎咧就傾下英倫銀行裏邊會唔會下一次咧就有提升1/4厘嘅可能性。嗱呢個預期咧會唔會係覺得即係下一次英鎊受到加息因素影響咧，可能會改變走勢咧？其實如果加息因素如果影響到英鎊咧，或者係呢啲咁嘅言論其實出咗嚟嘅時間咧，對英鎊加息嘅預期，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會對佢期望大咗㗎啦。咁如果係咁嘅期望嘅底下咧，我相信咧英鎊咧就會更加會走得比較好啲嘅，因為始終加息嚟講咧都到時會比較多一個預期，就資金流向英鎊咧。咁我相信英鎊嚟講咧嚟緊個走勢咧，我自己認為咧都係會係唔錯嘅。
而且咧就睇翻佢今日個走勢嚟講咧，雖然今日咧係比較跌得比較多啲，咁但係其實見到佢差唔多係而家現水平啦，或者可能再低少少若果都係喺50天日線嗰個水平1.4900呢啲位啦，都係有翻啲支持嘅。咁我相信暫時嚟講咧喺1.4980呢啲位咧，我諗短暫嚟講都會有少橫行嘅一個情況嘅。咁要到真係嚟緊即係多一啲更加概括少少嘅一啲消息，關於英國嗰邊嗰個嚟緊有冇真係加息會比較俾人炒得火熱啲嘅時間呢，就會令到英鎊嗰個走勢，我相信會更加明顯嘅走勢出現嘅。咁暫時嚟講，我相信都係短期嚟講呢，都係會比較有少少盤整嘅一個走勢啦。咁但係見到嘅就係一啲支持位呢，其實全部都係未見到有一個好大嘅下跌呢個嘅趨勢。咁所以整體嚟講都暫時嚟講 OK 嘅。咁另外 Terry 想請教你咧，一隻商品貨幣就係隻加元啦。加拿大咧就上個禮拜咧就公布咗個失業率嘅數據啊，咁持續向下啦，咁去翻7.9%，亦都係舊年1月以嚟嘅低位啊。咁睇到個經濟好咗好多咁好似嘅情況。咁所以而家呢啲分析員咧估計啦，加拿大央行喺今個月之內咧，或者會再加息25點子。咁我見到咧，譬如話加元嘅走勢都幾強啊，由1.07啦，喺譬如話6月6號、7號嗰啲水平啦，1.07，而家上到嚟1.03呢啲水位啦。譬如話，如果市場憧憬佢繼續加息嘅話，會唔會有機會再上翻一算呢？其實我自己本身睇翻咧，其實我自己睇好嚟緊個油價走勢。咁其實我相信啦，其實如果油價走得比較好嘅時間咧，對於加資嚟講都係一個正面嘅一個睇法嚟嘅。咁而始終加息嚟講咧，亦都係一個對於加資嚟講咧，都係一個有個上升嘅動力喺度啦。咁至於其實嚟緊會唔會繼續加息加上去咧？我自己就暫時嚟講，我相信我自己都會抱住一個中立態度，因為始終如果加一次，咁暫時嚟講，其實好似講緊美國啦，都係附近呢啲鄰嘅國家嚟講咧，都未正式話即係喺今年度會加息嘅。咁如果嚟緊嗰個其實我相信暫時嚟講，佢都要正如嗰個之前央行都講到啦，都要繼續觀察下整體嚟講，包括係歐元區嗰邊嗰個經濟嗰個走勢，然之後先能夠衡量會唔會繼續加息咯。咁暫時嚟講，我都會傾向保守少少啦，如果加息。咁但係始終油價嘅上升嚟講呢，一定我相信會有推動加指上升嗰個動力喺度嘅。咁暫時嚟講，我自己都係比較睇好加指嘅。多謝 Terry 嘅分析。咁我哋喺聽日同樣時間呢，都會繼續喺福永亞洲嘅專家同我哋繼續講下外圍市況啦。咁睇翻呢，而家7大主要貨幣咧嘅最新報價先啦。咁Euro 做緊咧，歐元做緊1.2585啊，英做緊88.92，英鎊做緊1.4980，瑞郎做緊1.0654，澳洲0.8720，紐西蘭0.7087，加指1.0318嘅。睇埋歐洲3大主要市場啦，英國富時100指數最新升緊0.2%，法蘭克福 DAX 指數咧升緊0.13%，而巴黎 CAC 指數輕微偏軟，跌緊2點，3551點，道指期貨最新跌緊43點㗎。講呢度休息翻嚟之後，繼續有我哋嘅節目。